嘿，车技不错嘛。大家好，我是《长剑风云》的导演V7，同时也为《长剑风云》中的乔七这个角色配音。你们一定要抢劫车队，那么我数3。反正只要有我在，就一定比抵掉，信吗？你有着我想象中的男人那种勇敢的眼神。那个，找时间叫上兄弟们一起吃饭。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云鹤追，在《长剑风云》中为贺江配音。不会了，这一次我要按着他们的头。郑哥，你参加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像乔七那样，并没有因为你的到来就觉得能改变什么。但是我想反抗，出去干杀人越货的勾当，我恨不得给人家全毁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井上学一，在动画片《长剑风云》中为刘战配音。我们对法律有自己的见解，由人即法。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宣晓明，我在《长剑风云》动画中为刀恩配音。还以为你们东方人有多卧虎藏龙呢，就来了4个。好，我是配音演员钱章泰康，我在动画片《长剑风云》中为约翰配音。谁啊？大呼小叫，老大了，我就是。这是我的指纹，跟贺江没关系。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郭浩然，我在《长剑风云》动画中为凯威配音。兄弟，你站这么直累不累啊？你把口香糖丢地上了，混蛋！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宝木中阳，在《长剑风云》中为卡斯特配音。祝霍长风的女儿霍江啊，旅程副业，准备跟我们一起跑大车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大象，我在动画片《长剑风云》中为老司机李龙三配音。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张震，我在《长剑风云》中为夜总会老板莫非配音。祝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。我是配音演员敖磊，我在动画《长剑风云》中为霍普配音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叫梁小强，是动画片《长剑风云》的配音导演。大家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祝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，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祝《长剑风云》收视长虹，浪迹天涯。祝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，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祝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，让我们一起到 B 站追番吧！祝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，大家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希望《长剑风云》收视长虹，开播大吉，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祝《长剑风云》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，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祝开播顺利，收视长虹，一起来 B 站追番吧！